统一集团 Zealand Mart 新世代复合商场，结合了便利商店、药妆店、SPA、咖啡馆、餐厅、精品巧克力等旗下6大品牌，进驻这个占地清平商场。建筑外观设计融合古早甲现代，并用缤纷的色彩打造成为当地新地标。统一集团9日暗时举办盛大开幕仪式，向外界宣布 Zealand Mart 为即马开始正式营运。请剪彩，请礼仪人员协助收取剪彩道具。真侪民众也抢伫咧开幕第一天，抢先体验伫遮消费的新鲜感。因为台南区第一次有这么大，然后而且装潢比较特别的店家，然后除了来这边可以逛就是超商以外，有不一样的产品，然后也有手摇饮，然后又可以买到烤鸡跟炸鸡，我觉得很特别。除了可以吃到正餐以外，然后还有特别在超市里面还可以买到就是生鲜蔬果，我觉得很特殊。然后一次可以买到就是生活日常用品，然后又可以买到吃的，然后又是24小时，对于上班族我们下班要采买的人很方便。为庆祝新开幕，商场内底品牌也各自推出福袋以及多项购物优惠，就是希望将新开幕欢喜分享给更多消费大众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